家好。师父姐好。哎呀，那今天我们继续要讲《如菩萨行论》的第一颂菩提心的利益品是第一品当中的菩提心的利益品。从前面呢，就是我们有讲那个《如菩萨行论》这本书的作者的简单的一些他的介绍，以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那个入菩萨行论的这个第一品菩提心的利益品。因为我们主要的就是正在学习的就是普贤上师言教。普贤上师言教刚我们讲完那个法性的这个后面我们就是用发菩提心的方面。那我们当然要知道，任何一个修行者，那么没有比菩提心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得能够可以从自己的内心里面更要产生菩提心，更要能够维持菩提心。所以呢，我们就特别也是在这里就是加了一段，就是在我们普贤上师言教的法心的这个课程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菩提心方面的我们要的就如何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发菩提心，这些方面已经是讲的就非常多的已经解释的非常多的。当然如菩萨行论来说的话，就是巴主仁波切他慈悲的一种甘露慈悲的一个甘露，分享给我们一切众生的，能够可以我们在这些修行的这些众生能够可以真正的使用的一种他的这种慈悲的一种甘露，然后就是相当留给我们能够可以学习也可以享用的一个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这个里面来说到那发心的时候呢，就是讲的最主要呢就是讲的就是菩提心。那这里面也有讲世俗菩提心，也有讲胜义菩提心，那也有讲四无量心等等各种各样，就非常清楚也非常圆满的。但是我们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学习的这本书就是普贤上师言教。那我们学习巴智仁波切的这个让我们学习的这本书，那么我们就是要跟着巴智仁波切学，那么就是跟着巴智仁波切为所有一切众生发心，那么就是希望也是一样的祈祷，我们也是得到巴智仁波切的慈悲心的一种宗旨，也是我们也是达到像巴智仁波切一样的为一切众生的慈悲跟菩提心。那这个同时我们也是要特别重要的吉田菩萨所讲的在所著作的这个如菩萨行论。那么我们在这个如菩萨行论也是最主要呢，就是讲的都是菩提心方面的，而且呢就是我们尤其是第一批呢，就是最主要呢就是菩提心的利益的方面。所以这个也是同样的，我们就是跟两位这么殊胜的上师的著作的书本做一点点学习的话，那么我们不光是学习我们同时也是感受到这两位上师的慈悲感上师的加持，也是我们要祈愿能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发愿同时我们也是得到为一切的众生就是能够就是这两位上师一样的慈悲感产生菩提心，从自己的内心里面能够可以产生菩提心，也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也这样来发愿。那我们就是前面我们听课的前面呢，当然就是所需要的听课的所有的条件都是要具备最主要呢就是我们要为所有一切众生发愿怎么样的去发愿呢？我们要知道所有一切的众生在轮回的苦海当中不断的在痛苦，那么在不断的在痛苦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能够可以到什么时候才结束一切痛苦，
所以众生没有结束之前，那众生的痛苦也是不会结束的，因为一切众生的轮回是因贪嗔痴无明而来的所以就是我们众生的内心当中没有办法放下，也可以说没有办法解脱这个贪嗔痴的时候呢，我们的痛苦也不会结束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怎么样的去利益所有的众生？那我们祈祷八处仁波切然后祈祷吉天菩萨，我们能够可以在度化一切众生，祈祷所有一切众生诸佛菩萨，祈祷释迦牟尼佛。我们透过释迦牟尼佛的珍贵殊胜的教育然后我们就要学习释迦牟尼佛的教育，然后修持释迦牟尼佛的教育，然后我们要为所有一切众生发愿。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就在这个菩提心利益品当中来说，然后相当就是分别的要一个了解菩提心的利益，然后就菩提心之种类。那菩提心当然就是所谓的菩提心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名字，所谓就是菩提心。那么这个也是有大小中等等等，所以最主要呢，我们修持的过程当中分为两种。那么分为两种的方面来说到什么样的，就是分为两种上面就是有些那个我们从第15这里呢，就是说列摄菩提心当知有2种，愿求菩提心，去行菩提心。那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讲那个普贤上师言教的时候也是讲了很多，因为当然就我们知道菩提心最主要呢就是两种，一个呢就是这两种也是不是什么特别脱离的一个分开的这种两种东西，是相互的然后就不能脱离的一个过程。那么前面呢就是在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我们就有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这两种来说的话，就所谓的愿菩提心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说祈愿所有一切众生六道中的所有的众生能够可以在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每一个众生都有各种不同的痛苦，因过去所造的业力不同，所以就感受到的痛苦也是不同。但是从因果的这个初步来讲的话，那就是造业就是有痛苦，带来痛苦，修善就会带来幸福那么这个初步来讲的话，就有这两个结果。但幸福也有很多种的幸福，也有时间的长短，也幸福的大小，那么痛苦也是同样的，各种各样的痛苦也是有各种不同的痛苦，然后痛苦的程度也不同，痛苦的时间也不同，痛苦的方式也不同，因为这些一切都是不是没有因的，都是有因的，所以就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果。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就因果就是放在第一个，那我们就是要了知因果，相信因果的相信因果的情况下学习，达到了知因果的关系才是可以最重要的。所以呢，就是在各自不同的痛苦，就是严厉各自不同的痛苦，严厉一切痛苦，也可以就这样去想。那么我们就是发愿，那么这就是我们大概的，就是从最简单的讲的话，就是愿菩提心方面的。自本作人着